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，昨到新竹县议会拜会食饭。这个新竹县、新竹市甲苗栗县3位县市长以及联电的营务副董事长宣明智拢有到场。宣明智嘛来表态，愿意来做国民党甲郭台铭整合的桥梁。侯友宜是回讲，大家拢是好朋友。今仔日是侯友宜66岁生日，侯友宜特别伫 IG 来答伊20岁警察大学毕业旅行相片。伊讲伊的生日愿望就是用生命捍卫中华民国，守护人民的安全。千外口配北部下，要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正生行，昨伫咧 IG 打出伊20岁时阵警大毕业旅行的相片，因为今仔日嘛拄好是伊66岁生日。只有一个愿望，效忠中华民国，爱我们台澎金马，这土地所有人，用我人生的全部的生命，守着台湾的安全，互咱人民会当过一个好生活。侯友宜早暗嘛到新竹县议会食饭，新竹县市甲苗栗的3位县市长甲联电营务副董事长宣明智全部拢伫现场，互看作是侯友宜整合当地挺过派拿军的开始。宣明智是老朋友了，他对科技产业的带动的发展，我个人对他非常的敬佩，所以很多在青年的创新、跟就业、跟科技有关系的，我都会随时来请教他。新竹起风了，我让大家来力挺你。做伙食饭的南野立委林伟洲更加讲，宣明智表态愿意为国民党甲郭台铭的整合来推桥。郭董的核心成员，我们宣明智董事长也全程的参与的这个聚会。郭董跟宣董，我相信都是认识的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宣董也是扮演一个青年培育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的，所以我们昨天谈到最多的还是人才培育，那以及我们未来在整个科技发展上，他给我们一些想法。严格新竹市长高虹安原本是徛伫咧新竹县长游文科的边啊，后来煞伫台顶主动和新竹县议长张振英来换位，互伊家己离侯友宜更加远一丝啦。这一点小动作，甲会影响到侯友宜甲郭台铭，甚至是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之间的整合，敢若搁一歹讲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